接近520，台海局势就变更较紧张。中国佮派出27座军机、7架军舰来侵扰台海，其中军机上近佮挖到离咱的鹅銮片干那53海里尔。官局是表示，目前无发现中国异常的军事行动，不过伫咧网络的攻击是大大增加，平均每天就有250万件。另外，咱的外交部嘛表示，中国也继续用钱来咧讹咱的友邦，就是要互台湾伫咧国际无依无靠。520进前，台海无平静，中国挑工加关两花紧张的局势。国防部16发布侦查到中国军机27架，其中下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甲东部空域有19架，上近离鹅銮片干那53海里，加上中国军舰有7架次，持续伫咧台海活动。嘛，互外界烦恼讲，中国伫咧520迄卡刀，敢会增加对台湾的军事行动，包括军舰甲渡船的动向，敢有各样？它的滚装货轮有没有不正常的船舶的调动？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。有没有火箭军的调动？就是没有特别异常。公安局表示，目前并无发现中国军事行动有特别各样的情形，不过网络攻击的次数是大幅度增加。根据统计，中国对台湾政府发动网络攻击。今年1月平均每一天是100万件，到5月初已经加关到一天250万件。在今年我们总统大选后2天，又拉我们的友邦诺鲁来外交转向。中国现阶段也透过我们友邦的邻近国家来进行渗透，劝说我们的友邦跟我国断交，并跟中国建交。另外，中国想要在国际上甲台湾孤立。外交部提出，中国想要影响咱国邦交关系5大统战的手段，包括经济威胁、金钱援助向咱国友邦，加强国际一中的局势，以上为政、分化敌我、日地作战、介入选举、造乌、收买咱国友邦媒体等等。侨委会嘛表示，中国会甲统战的脚步延伸到海外交界。中共在海外建立笕侨驿站，就是笕侨服务站、基金会、商业协会、孔子学院文化中心统促会、侨社等代理机构，渗透各国社会基层。针对中国想要讹咱国的友邦，日头是愈来愈大。友邦表流11月就要举行大选，外交部表示会密切关注，防止中国影响大选，会全力来稳定咱国的友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